量。但对宝贝拉嘛，就是下边那个说了，但呢，三节那当了，但呢，年龄做的谁把但呢多的，六节那当做一了呀呢，但呢那当一了呀呢，年龄做的谁啊，谁把的哪里来的？因此，西藏的上师们，他们的结论是，按照心的实相而来修持的法门是显教，那么按照身体的实相而来修持的法门是密教。너나 때네 다 농하니 그 체바르데 타 마뇽 그 체바르당 사깔 그 체바르 타망까와 매바데 상하 탑 대자 망보 매바다 깔레 카가데 ndo 시라그래 대대 다다 르르네데 너면은 세야 돼 디나는 누구리 因此，显密这两者的差异可以这样来做区别：法门众多，那么辛劳微小，这就是密法；那么法门，法门寡少，而付出较大的辛劳，这就是显教。这样的一个法门，刚刚我们所说的身体上的这个修持，也都囊括在密法的修持里。하나 이게 되네 너무 연딩 아랑춘 누데바 대양 람라 조르토 마토 시셰야 대양 다다 타망까와 매바서야 디나는 누리 너용 람데 차토 마토 서야 돼요.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的妙欲，是否能够转为菩提道上的修持？这也囊括在刚才我们所说的密法较无辛劳的这个范围内。대인들 단 동하 그 체바 그 내가做的 타망까와 요미 그 체바를 세는这个 어레다. 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可以确定的下结论。显密这两者的差异就在于法门的多寡跟辛劳的有无来做区别。다다다같이 찍들아 다다 되네 스템바 산지게 추지 다면에 택바 충분히 상하가 바게 시야가 땡동세난다 뭐요做的 되네 게드 발랑기 셈들어와대 연송아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从小乘的教法开始，或者说整个佛教它的内涵所开始的就是要能够行善止恶跟降伏自心。데드 게데 발랑세야 데다 디나데네 데네 게데 가리 인다 미세야 데 데네 산제게 강도 송 마송 셰다 나추 강도 도 마도 그 내가 셰 말이 行善止恶，那善恶不是从佛陀是否有开示，或是我是否想做或不做这样的程度来做区别的。 데네 데도 가리 찌다 마제리 데 레가 셰 세쇼라 디게 레가 데게 가시 देवा चीख योना ती चीजें के जो तेनीला गेवाला रही काशी लेका से यापति के तुम्हारी से चीख दो ना ती जो तेनील तेला मगे वाला हो रही तेंदु गेदा मगे से आते गेदे कारे चीदम दे मत दे दो कारे चीदा माचीरी नेंगाते 重点是在于产生苦乐与否而来决定是否为善恶的。任何的事物在我们造作了之后，如果能够产生安乐，那就是为善恶之因，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任何的事情，只要我们造作了之后，那么会产生痛苦，这就是苦乐，这就是苦痛之因，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断舍的，而这就是善恶的取舍的标准。 배나 ngazo 추가 파서 해당랑은 추가 파서 자야 여러와 대가 랑이니까 마지 바 마데베 세거와 어디 점생라 되네 대라 대 먹게 와리라 比方说，当我们心生嗔怒，那么与人争吵或是甚至打架的话，这会造成自他两者的心都不欢喜，那这就称之为是不善。 펜츠 제와 당 삼보세 펜츠 파조 로과 세베예네 라양 지보 로양 지보 다다다 마옹바 참알 지보 요비 좀신라 되네 게와레 지라 反之，如果能够心生慈爱的话，
那么互相帮助，不但自己快乐，他人也快乐，而且能够在现世跟未来都产生快乐的缘故，就说这叫做是善。te yindu tene gede kare yinda me seya te nenga tuksa ngune te dedo kare chi da majiri。所以，所谓的善恶，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是否能够产生苦乐来做决定的。大家那些tene palang tene seya ora pansa seya hekta lanza seya ra te palang ke chepara te yang tene penu kare chi da majiri rangla penu kare chi da majiri。接着，所谓的取舍，就是所该取跟所该舍的重点，也是在于对于自己是会产生利益或伤害而来做决定的。te yindu tene sanje jomden de ke shendu ke jeni shendu te panzari seba kan thachi pa shega sheya yo mare jeni shendu lanzari sine sheya yo mare kai sine lale te langu su kyun ke ngarang la kasi phembe ka thos chuba yena te lanzari kasi ngarang la ti ke lega cheba yena no ba chin de chuba ke ri ndo na te panzari。因此，佛陀才说，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制定这件事，那么是必须做，或是这件事是绝对不可做的，必须要从造作者自己本身的情况来做判断。如果说做了之后能够对自己是有所注意的，那么有所帮助的，这件事情就是应该去做。反之，如果是有所伤害的，那么就必须要来断舍。因此，一件事情的好坏，该做与否，是从是否会产生利益或伤害来做决定的。jumsi teni la tene sanje jumdi de ke tene khahe la panza la he khahe la lanza la she tene thikba ramba mandawa jumsi la tene palang garamba ya mandawa anda wo she ori。也因为这样的道理，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佛对于某些人说应该断，对于某些人说这应该取。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有着不同的取舍的法门出现。本来想着我些人呢呀，特别穷年的呢，年头个啷个那个说了，得咱们些弄全部没机会进行了，的呢下水呢，这个的是我需要的。就以肉食来说好了，在小乘的阶段，也就是声闻的阶段，由于在那个时段不会产生太大的伤害，因此佛并没有加以禁止。特别前面个那个说了，的呢，甚至了，的呢，大这哇，现在的偏心偏大多个偏心了，老百姓被进行了的呢，早晚年的啥呢？这个马来送的。而在大圣的阶段时，对于众生的慈爱以及所谓的利乐心有所危害的缘故，因此佛陀就明令的禁止不可吃肉。上下个扎龙头里娘哩，神经些个看啥嘢呢？下的最全部用的，第一个扎龙头里了偏头，第一个娘哩着了脚头不进进来的呢，下山呢要不要的送？而在密法的阶段当中，由于修持气脉明点，肉食本身能够因为肉食本身的营养而成为极大的助力的缘故，因此佛陀甚至在密法里面是鼓励要吃肉。他说吃肉是非常好的。第一的当年个的第二，巴朗卡来西当么子的，让了佩努卡来西当么子，是呀，当年个第二。所以，到底应该如何取舍，是从自己本身是有所帮助与否来做决定的。रानी ला तेने ता लेगा मागे लेगा समझ रखे रहा रानी ला न्यूबा द यो जोंथांग द यो ना मैं पोंबो से दे तो याबो नो वा को रानी ला न्यूबा द जोंथांग में पे को मांबू को गोठी से या तेनी ने ता दो了这些里。其实任何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说自己本身的能力具足，那么自己本身的智慧又具足的话，作为众人之首，或者众人之首的领导，那是会带来利益的。但如果说自己的智力不足，或者说能力也不足，需要当众人的带头的话，
那只会带给众人痛苦而已。 아니 뭐다 시용 다 학삼이 연기 도 소라 시용 야보 요네네 되니 저소 고랑나 피 토베 야본도 如果说有着善心，而本身又有着知识跟能力的话，那是会为大众带来帮助的。 아니 학삼들 테세거라 저소라 펜센들 맹키 미시 규시 연기 되니 그는 잠불레 고랑 퐁도고 그래 답배 년가 전부 쳐네 되는 마시는 야간다고도 如果没有那样的善心，自己本身所拥有的这些学识能力，反而会带给整个地球灾难。与其这样，倒不如什么都不懂，来的比较好。 대인도 되네 산지 좀 되네 그 방랑시야 때 콩가 뭐가 그게 짜 말했다. 나초라 페노 가래 제가 요미 대해를 야네 시야래. 所以佛所讲的取舍，并不是由他个人的喜好来宣说的，而是对于我们有帮助或是造成伤害与否而来宣说的。 대 나초라 페노 가래 시다 마제 때 루셈 그 누바 체정로 루셈 그 누바 만다와라 대 루던 섬지 누바 만다와인데 카헬 피네 카헬 노네 카헬 노네 카헬 팽호네 对我们到底是会帮助还是伤害，这是要看个人身心的能力了。如果说超越，如果能够不超越自己身心的能力，那当然是带来安乐；如果超越的，那当然就是带来伤害。 근데 인데 근데 보라 거라 아 녀랑네 마 녀두게 람네 zon데 라 상하 그 파트니 추참아 근데 저 냠리 주버와 在西藏的话，从声闻的修持道，一直到密法的修持道，是全部都具足而也修持的。